从手机来看那个说明，手机看影片的时候还要看说明呀，说明里面会有提供那个超连接网址。你看这个提供那个播放清单的，提供播放清单的网址。看如果不会按哦，就找不到这些超连接的哦。不然就要设计那个播放清单了。那播放清单里面把那个要大家看的都按照那个数字顺序排列。这个你看这个就是推荐大家用的播放清单或者是影片。点按哪里？点按下去就可以播放影片了。培育人才啦，教育学习啦，都可以用那个播放清单，就好像成全包了，成全包。这个怎么来的？这个说明要按哪里才会出来？有没有看到显示更多？有没有看到显示更多啊？点按显示更多，点按显示更多才会出来。然后还要看到超连接，都要注意看那个有显示更多了，更多内容了。怎么按不下去？按不出来，要多按几次，不容易按呢。刚刚有那个更多啊，有没有？再按一次，再操作一次，有没有看到显示更多？在影片画面标题下面呢，显示更多那边按下去，然后还没有完整哦，要看到完整的，里面才有超连接，连接到影片，然后你连接到播放清单，有没有看到更多内容？更多内容这边按下去，点按更多内容，你看这样才会显示那个，你看有启慧班啊，读经啊，闽南语台语读经啊，率性进修班啊，基本功你看，你综合成全班啊，刘黄春讲师讲解好多部经典，有没有？你看，闽南语读经啊，还有很多丰富的内容。记得哦，要这样操作哦，用手机看的时候才能找到那个在说明区附加的很多内容，还有超连接。